行转爱中。向来模拟上过学中妈妈嘅指挥，每做得变成一门沙飞学。马嘅系沙飞合作社，大家合署强下做力生产。记得50、60、70岁，年年带到海潮南面。佢位系无邻无国家嘅欢喜天，佢多些真多暗光度，冇乜啥真景路。面試嘅機唔是年高，看到基因度老太海嘅南方，青春就娘青春。1月的屏东高树乡，早上天气是南台湾特有的热度。刘兴昌穿着吊嘎采收田里的芥菜。家里2只宝贝阿德与东东也起了个大早，到田里监工，看看主人有没有好好工作。我在这边，他们都会在旁边，所以我们乡下的人啊，家里有养狗的，一般上他们有时候狗会跟主人到田里，第一个去看主人，就是守主人；第二个有田间有老鼠，他们会去追。客家人称芥菜为大菜，是客家常年菜里不可缺少的角色。刘兴昌选在一早采收，是因为这个时间点的芥菜水分足，口感爽脆。不过这些菜并没有要卖往市场，而是被刘兴昌一车一车放在纱网上排排站好，用日晒软化植物纤维。晒给它炼泥啊，你炼泥才可以去弄啊，所以一定要把它软化。连高丽菜也是，都要这样晒干啊，但是不能晒太久。你像今天这个天气，差不多晒到下午2、3点。芥菜经过半天的曝晒，除去水分后，就能用来制作酱菜。刘兴昌的酱菜每到过年前总是供不应求，他的好手艺来自于妈妈的传承，现在他也把这个好味道传给儿子。咸菜其實如一道醬菜，係客家人嘅一種個傳統嘅，因為客家人個勤儉。所以特別泰東就是我哋有先一種和語同泰東嘅和語。泰東和語一熟係都愛做手龜，手龜就是像我們一般種體位啦，種一道菜啦、吊菜安尼。因為還有高麗菜、芥菜安尼。因為產量太大，人買係以外。讓厝內都滷，拿來滷的就是都準備鐵做得控個叫，天俺人係冇嘢種，也茄球啦，嗰度冇嘢種菜欠少的時節，俺人做得拿出來食。將曬好的芥菜加入鹽，蹲在地上使勁的搓揉。可別小看這個動作，可是決定芥菜好不好吃的重要關鍵。採鹹菜啊，都因為曬好嘅都會採啊，用鹽去採嘅，都控下嘅鹽降香，用嘅石頭嚟炸嘅按都該放香嘅啦，都等於2張嘅。都用得嘞，按冇菜用唔得啦，一定要用鹽，鹽有鹽的比例。好了，搓揉完成的咸菜，刘兴昌将它放进大供里，大约静置3到4个星期，才能大功告成。
客家人善于用芥菜做成各式酱菜，像是咸菜、福菜，还有焖干菜。这我第一遍用啊，这个是菌呢，什么霉？到了，但是它就刘兴昌的咸菜除了自己卖之外，他还有一个合作伙伴帮忙一起销售，就是他大埔合作社的经理钟秋香。你记一个哦。你刻过了，是拢爱刻出来，还是卖甲刻？卖甲刻，我它拉起来就会那个。这样。哦。有啦，酸味酸的啦。其实钟秋香所经营的大埔合作社也有腌制腌菜，空地上摆满了高丽菜。钟秋香和合作社的伙伴正手工一颗一颗地切除高丽菜的底部，准备腌制瓶子菜，也就是酸高丽菜。瓶子菜制作过程相当费工，但却解决高丽菜生产过剩时农村的困境。那我们一开始就希望是发展地方在地而已。那我们只是要解决在地，因为当时的农产品在盛产期时候价格非常低。那我们从价格低的时候就开始大量的去制作，所有的居民也会在价格低的时候，大家才会有做的欲望。这批高丽菜平均一颗只有10块钱，冬天的盛产期，高丽菜价没有最低，只有更低。这看在嫁到高树的客家媳妇儿钟秋香的眼里，很不是滋味。于是她开始帮忙过剩的高丽菜寻找出路。说我们是有另外一个事业，那我们会把我婆婆做的东西当做是一个礼物去送我的客人。然后客人从赠送馈赠当中开始要跟我产生交易，要买。那我觉得它是可以经营的东西。那刚好那个当下政府在推行一乡一特色，有一个农村再造、总体营造，我觉得它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塑造点。钟秋香想起婆婆的腌制好手艺，那些外地人抢着买的客家酱菜，那何不就把这些卖不出去的生鲜蔬果酿制成腌制物？你发现这样全部大概2包盐，2包，全部哦，全部，你会发现它很省。那到最后那个水还是要丢掉啊。那你觉得它还留下多少盐巴？它其实盐巴是一种媒介，让它发酵的媒介而已啊。破坏底部，抹上盐巴，这个动作是为了让盐分进到高丽菜心内，可以加速发酵。而钟秋香跟刘兴昌的腌菜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的原料单纯，只用了盐，没有其他添加物，单纯就是钟秋香记忆里的味道。那我们刚才有提到蔬菜，我们大概经常听到每年的3、4月。我们的高丽菜要根除，可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不要去根除，政府极力的去鼓励加工，把它变成酸的高丽菜，或者是黄金泡菜，这些都需要用到高丽菜。那我们都知道，1颗4、5斤那么大的高丽菜，我们压扁扁，只剩下扁扁的薄薄的一片高丽菜。那这个高丽菜的产值，你一个人或许吃不了1颗高丽菜，可是当你全家在吃火锅的时候，你却可以去吃它一片的高丽菜，而它的东西叫做1颗高丽菜。然后你吃不完高丽菜，可能吃不完，过不了多久它就坏掉了。可是当经过加工之后，你吃不完，把它丢到冰箱，又可以回放1年的时候，它的一个食用价值是不是又提升了？可以了，那好了，这个就是已经可以熟成完成的。这个储藏室是钟秋香的秘密基地，社区婆婆妈妈做好的果酿都被她保存在这里，等着装瓶，准备出货。我们想酿造最重要是后面的熟成跟酿造的年份。既然酿造我们谈的就是陈年酿造，
那成年酿造必须都是经过5年，所以它会随着气候的变化，不一定说时间到它就能出来，所以我们还是必须透过品醋这一个步骤来知道说我们的质纯不纯。这些陈年酿造醋，中秋乡给它们取了一个俏皮的名字，叫做不老青春酿。就像这些婆婆妈妈们将自己青春时学的好手艺与果酿一起封进桶子里，越陈越香。只不过婆婆妈妈们有各自的青春故事，酿造出来的果醋也呈现各种风味，每一个人都坚持自己的配方最好，这让中秋乡面临了考验。起初存疑，会怀疑这个东西有人要买吗？到我们把它做了包装设计之后，行销出去之后，让社区人都能够做这一项工作，各家做的手法不一样，味道也不一样。可是你如何去让一个同样的一个产品出来是一个味道，去行销一个味道，这会是一个在社区上很大的挑战。因为这里的居民客家人，他会有很强烈的优越感，他会觉得我做的东西不能输人。但当时的居民是不被批评的。为了让合作社能长久经营，他承受维持品质与口感一致的压力。中秋乡只好采取强硬态度，坚持要交给合作社贩卖的酿制产品都必须使用合作社的标准配方、酿造步骤，有 SOP 流程，更坚持要用当地的原料，经过验收才会协助销售。枣子农何宝龙返乡务农10几年，高树农产品的知名度不像他的邻居美浓甲仙来得出名，可是品质一点都不输。尤其高树是水源保护区，没有工厂和畜牧业废水的污染，也造就优质的农业环境。大哥，要谈办没？差不多啊，差不多要办啊。哎，过过年无？过年哦，过年前较有啊有啊，不用较少。何宝龙是中秋乡新寻找的合作对象，他的枣子园采用草生栽培，自发性的申请产销履历，来增加果园的竞争力。农民的自我要求是一切的基石，也能够让高树的农产品销售走得更长远。因此，中秋乡喜爱找有产销履历的农民合作，甚至辅导农民。产销履历自己比较安全，卖的东西也人家比较喜欢，消费者他会认同。你什么时候撒农药，什么时候施肥，做什么事情他都有记录。所以我们从那个时候只要求在地性，然后逐渐的到现在来讲，我们更进一步要求说我要生产履历，因为这几年的我们所谓的食安的问题然后药检的问题，这个都必须去克服的。因此，合作社只推有在地性、有安心感的酿造产品。不过，中秋乡的野心还不止如此。中秋乡善于观察市场，更懂得精打细算。他在合作社里盖了一座符合 ISO 规定的加工厂，突破传统行销模式，铺货到更多的销售通路。以前我们销售都是这么大包米，可是我们发现有一天我们去台北，我们卖不掉，卖的很有限，很少。那我们开始去思考，然后做问卷调查，我们去问那些消费者，他说每个千篇一律就跟我讲，我吃不了那么多，我们现在家里吃饭吃得少。研发小包装的米，一包煮出2碗粥，适合小家庭，也是小资族的首选。消费者再也不用担心一大包的米放到生虫。从食材到研发，中秋乡细心观察农民与消费者的需求，搭起了供需之间的桥梁，让客庄农民的辛劳
与妈妈们的手艺能够呈现消费者眼前。行转爱中，上来模拟上过学中妈妈嘅指挥，每组的变成一门沙飞学，马嘅系沙飞合作社，大家合数强下做力生产，记得50、60、70歲。年年帶到海潮南面，佢為係無鄰無國家嘅歡喜天，佢到時佔到暗港度，無乜啥正經路，面試嘅機唔是年高，看到基因度，老太海嘅南方，青春就娘青春。2019年最后一个周末，中秋乡和合作社伙伴北上参加农业市集。这个不一样，你吃吃看，你每一家都去跟他吃吃看好不好吃。这是纯老龙溪畔的蜜枣。摊位上摆的都是南国艳阳孕育的好味道。那今年的主题呢，就是蜜枣跟莲雾，那也是屏东莲雾跟蜜枣的盛产期。对，台湾的蜜枣。接近过年，高树乡农民开始采收蜜枣，也是中秋乡这一次到台北主打的鲜食商品。摊位上当然也少不了客庄妈妈腌制的酸白菜、咸菜，还有合作社主打的不老青春酿。其实中秋乡每次北上来参加农民市集并不容易，光是从屏东北上的车钱，再扣除住宿费，实际赚到的钱几乎所剩不多。不过他还是坚持要来台北和消费者面对面。最大的困难还是人事成本啊，就是一些交通费、基本的这些费用。因为来到台北，我们不是以赚钱，是以推广。我们是希望来台北把人带进高速。不止勤跑台北与消费者互动，中秋乡与他的团队伙伴也在屏东的6堆客家文化园区和高雄茂林设置实体店面。谢谢了，不客气了。他更会经常到店面巡视，看看伙伴们需要什么帮忙。你那个可以从这里搭配，那黑色你可以再帮我穿上去，我那里试试。开在观光区的实体店面，除了架上摆满大埔合作社的产品外，还设置有小吧台，卖简单的饮料、轻食，让游客可以现场就品尝到合作社酿的果醋，喜欢立刻买回家。客家人的酿造，它其实是个好东西，相对它很深沉。它如果没有靠人的宣传直接去推广的话，其实没有靠人与人的接触，它其实是很难被理解客家东西有多好。那所以我们不断的必须去拓点，包括6堆文化园区是一个象征性，也是比较道地的，我们必须要去做的。不同以往客家酿制品只重视制作，中秋乡把行销看得跟研发同样重要，这是他多年经验的累积。从店面设计到品牌包装，每一个小细节，中秋乡都非常重视。好的东西不见得是大众消费者所能够马上能够接触到的，它还是必须透过人与人的接触介绍。那所以我们如果以往每一年我们只把它放价上架在超市的架上，可是卖不出去，因为人家不知道第一个品牌小。那所以我们透过实际上再去建构我们的品牌的知名度。这几年中秋乡积极想往海外发展，今年还要带着合作社的青春酿前往日本比赛，拓展客庄酿制品在国际上的能见度。那台湾的酿造其实不输给日本，只是大家拼命的去日本买他们的所有的腌制类的东西，可是忽略了台湾自己本身的东西是很悠远。那我们要去把东西去受到日本人的认同，那回来才去让我们台湾的消费者认同
台湾其实有优于日本的东西。带着大埔合作社的客庄酿制品南北奔波，海内外征战超过10年。中秋香看着合作社的发展，一年比一年上轨道，只是他心里却有个隐忧，那就是农村没有年轻人回来传承这一切。这2年，农村人口老化。农村的农田也逐渐在荒废当中，是因为劳力老化。那我们如何引领青年回来，然后才不至于说农村透过老化，独居老人越来越多？那我们是希望让青农回来，但是青农回来，我们拿什么东西给他们？我们想要给他们什么？我想我们要给他的叫做一个永续生存的条件。直到这1-2年，高树乡才开始陆续有年轻人返乡务农。然后下礼拜现在有枣子，1斤80，用预定的5斤1箱。每个星期二，刘金星都会开着菜车，带着一大早从田里刚采摘的新鲜蔬菜，到高雄的国民市场摆摊。这个主要是因为没有农药像这种，它就是因为在温室没有在温室里面它那个水质会留在下面，所以它就会变成有。刘金星从小在高树长大，喜欢农村的生活步调，因此毕业之后，他选择回到家乡的农药行工作。后来看到网络上以色列人用滴灌种菜的资讯，现代化的种植方式吸引了他，他也想尝试，开启了他的农妇生活。而刘金星的菜强调没有使用农药，不施化学肥料，所以他摘种的菜会特别挑选能够抗病虫害的品种。我们都种一些跟人家比较不一样的菜，然后这些菜为什么要种这些？因为这些菜虫本身就不太吃，对，因为我主打是就有机没农药的嘛。如果我今天我种个白菜，然后我跟你说没农药，那不可能的。只有这些像什么甜菠菜、空心菜啊，或者是这个加茂菜，这种就是都没有虫会去吃的。刘金星的菜种类多又新鲜，虽然只有星期二才来摆摊，还是吸引了一大批妈妈们成为他的死忠顾客。这有机的家己种的啊，他自己种的。那个香蕉都是自然熟成的，没有弄农药啊。它的香蕉很好吃啊，对啊，又甜又 Q 的。礼拜二他都会来，我会来跟他买。这帅哥很好啊，那菜也没有什么农药啊，就这样而已啊。它吃起来怎么样？吃起来很好啊。对啊。那你通常都给他买什么菜？看他有什么菜就买什么菜，买我喜欢吃的菜呀。那你今天要买什么？我今天买香蕉。今天买香蕉？对，以前夏天都买芭乐，我有买过酸白菜。它煮起来怎么样？要怎么煮？没有啊，就煮酸白菜锅啊。好吃吗？好吃啊，好吃啊。在田里割去芋头的侧芽，他是和刘金星一样选择返乡的吴家伟，熟练动作，这是3年返乡务农训练出来的。我刚才做的是割侧芽，就是避免它养分的分散，然后以及就是让田间的空间比较不会有病虫害这样。吴家伟的爷爷是烟农，毕业之后，他曾经到澳洲打工度假，在当地的农场工作。或许是生长于农家，他对农事的一切并不陌生。在国外工作1年多之后，奶奶常常挂念在外的他，于是吴家伟选择回家种家里的田。除了芋头田，吴家伟还种植木瓜。为了方便采集木瓜，木瓜在成长时就得一颗一颗将木瓜树凹弯矮化。吴家伟会选择种木瓜，原来背后有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就是因为那时候之前的女朋友是香港人，对啊，然后她其实就是她蛮喜欢木瓜的，也是因为她这一句话，然后我就
毅然决然的来种木瓜。年轻一辈返乡务农有许多优势，他们不甘于只是种田，他们当起自己的业务与行销。吴家伟特地设计专属 logo， 还将他的名字都印在木瓜的纸箱上，目的是对自己种植的产品负责，要让消费者吃到香甜木瓜的同时，记住他的名字。不想要跟别人一样，然后就是别人还没吃到你木瓜之前，总要先被你的箱子给吸引住。对，也是一个希望能吸引住大家的目光。对，然后也有自己的一个特色。吴家伟选择返乡，最高兴的莫过于他的奶奶，现在可以天天看到金孙，还能吃孙子亲手种的水果。祖孙俩经常闲聊田里发生的事。啊，你看觉得挂我呀？因那个啊，读写啊。好会啊！啊，咁過價差唔多啊。咁過價仲酷啊！你若趁錢我就歡喜啊！唔得有賺無賺啊，都看伊安尼啊，有收入安尼，咱就歡喜啊啦。只不过今年返乡务农，并非事事都顺利，总是碰碰撞撞。像是刘金星在自家古厝后面开辟了一方菜园种菜，最初他的蔬菜也是卖给盘商，遇到所有农民都会碰上的问题。农民的命运掌握在台北第一市场的手上，他今天开盘多少钱，那我们采的菜就卖多少钱啊。如果今天我们台湾的菜量太多的时候，那采的钱等于还不够去支付我们的那个工钱啦，对啊，所以我们只能自己做，然后就没办法请人了嘛，那就自己做，那就是撑到说，可能价格再好一点点。菜价低时，农民经常是血本无归，找不到出路，该怎么办？中秋乡经营的在地合作社就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中秋乡与2位年轻农夫的家长是旧识，当他知道年轻人返乡务农，高兴程度简直不输给他们的家人，也因此他主动找年轻人，要将合作社的经验教给他们，让他们的产品可以有更多的去处。青农回来的时候，他们遭遇很多的困难，是可能在政府公部门里面没有办法立即去解决，而青农回来的资讯在农业这块它也不足。合作社能提供给他们叫做一个农业平台的资讯，那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平台，然后让青农回来，然后辅导他们，协助他们，陪伴他们。这个上回你的芋头粉。吴家伟跟弟弟都在种芋头，高树是全台第3大的芋头产区，水源保护区造就了高树清澈的水源，加上微酸的土壤，种出来的芋头质地绵密。这几年的芋头价格不错，只是芋头除了卖给盘商之外，能不能创造更高的价值感？于是中秋乡灵机一动，他看到了新的商机。把它烘干之后变成芋头粉，未来你就可以去销多了一个芋头的东西可以卖。就是说，把芋头做成芋头粉之外，中秋乡也用吴家伟种植的木瓜研发做成木瓜干。基本上，他现阶段会给我一些想法，对，就像说芋头加工之类的，或是木瓜做成一些木瓜干，就是现阶段的一些想法。这几年合作社制作的蔬果干销量很不错，中秋乡这样的研发，帮助农民在生产过剩时，蔬果能够有另一条出路。而为了提升吴家伟农产品的价值，中秋乡透过合作社帮忙申请产销履历。工作项目是除草还是田间管理这样？没有啦。做什么？就是肥料。其实我刚开始也不知道这个资讯，就也是合作社的经理，然后就是给我一些意见跟推荐，叫我去用这个溯源生产溯源。对，然后我之后就是自己去用，对，然后我才知道说，这样做的确是对消费者以及我们本身都是还蛮好的一个做法。
另一头，刘金星接手了刘兴昌的咸菜手艺。最初，他们一家人也是从中秋乡那里了解了现代化腌菜包装的流程。刚好爸爸就是有这个手艺，然后我就想说找合作社来询问他，我可不可以怎么样做加工这样。后来就大埔合作社那个秋香姐就说，我可以怎么样去设计我自己的品牌。我先去合作社看他们他原先有的产品是怎么去做嘛，对啊，我再去询问，怎么样可以达到比较卫生，还是一些小细节我们要注意的。看着年轻农民一个个上轨道，开始懂得怎么包装、行销自我，提升农产品价值。有了这一群农业生力军，大埔合作社一定能走得更快更远。